来看台北市府针对台地公的传输费率的这个争议，4月初8时阵有发函予台地公要来降资主约。伫咧5月初2嘛邀请台地公要做伙协商，不过台地公是无派人去参加，嘛拒绝解约，坚持这费率得按照原来的收2100块。市府若是唔付钱，因就要依照民法，按照周年利率5%的方式来算利息。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因未接受台地公这款的讲法。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到议会就大高蛋北市区金华城台地公案件做专栏报告甲备询，其中台地公案件愈闹愈大。台北市政府4月初8发函予台地公降资主约，主张3美加传输费率只敢原付支付1761块。5月初2邀请台地公来协商。不过，台地公并无派人来。捍卫市民的权益的立场非常坚定，绝不动摇，而且我也绝不接受台之光的说法。依照合约相关规定，而且我们4月8号已经终止合约。台地公对台北市政府拒绝解主约的态度正强。蒋万安回击讲，绝对无接受台地公的讲法。针对着台北市政府主张3美加传输费率只能愿意支付1761块，台地公是提出民法。强调3月初8，市政府已经核定3美加传输费率是2100块，应该按照这个费率付，依照契约定期付这个费用。若是无付或者是无付全额，将会依照民法的规定，按照周年利率5%的方式来算眼前的利息。我说这个叫贪得无厌，我就问市长一句话哈，你会不会坚持1761的费率从5月份开始就开始支付，会不会？我会坚持，会坚持。所以你不会因为这个回文就回到2100的费率，对不对？不会。台北市如果要解约，将近有17403个市警局，交工处有401支，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我们的交通安全网，全部都在监视器里面。我们接触了3家其中当然也有包括大家一定知道的中华电信，这些我们都有接洽，也在谈。针对未来闭园的机制，蒋万安强调，拢有继续伫咧接洽。台北市政府法务局长连同凯表示，相关争议即马正伫契约救济停诉。台地公就契约的义务，依然需要依照限量管理人注意义务提供服务，维持警察局的监视器传讯品质。市政府将会依法办理，并且坚持立场。记者综合报道。